喺一般人嘅心目中，凡係有不愉快嘅事情發生，往往只會埋怨別人。因果定律說明了點解世事有幸有不幸，亦都說明咗我哋點樣能夠改善人生。牛頓嘅第三定律話，凡係每一種動力都有相應嘅反動力。耶穌話過，你哋播種嘅東西就係收成嘅東西。好嘅行為會產生好嘅果報，壞嘅行為會得到不良嘅後果。要完全明白因果嘅定律，我哋必須明白輪迴嘅概念。今世所做嘅好事壞事都會跟隨我哋去到來世。世上根本冇行衰運呢回事，我哋所經歷嘅只係前生種下嘅果報，這就是佛家所講嘅種瓜得瓜，種豆得豆。如果我哋真正明白因果定律，遇到逆境時便不會埋怨別人，反而欣然接受自己嘅錯處。點解有啲人生下嚟就大富大貴，而有啲人則貧病交迫呢？呢啲就係講明咗因果嘅定律啦。因果定律要我哋算清過去嘅賬，建立更好嘅將來，明白到將來取決於現在，我哋便會作出正確嘅決定。因為畢竟我哋將來係會承受今日行為嘅後果嘅。瑜伽或沉思最高嘅境界，就係靈魂和神互相融合，從而感受到仿如置身於平和、有愛、快樂嘅汪洋大海中，令人心曠神怡。而家就讓我哋一齊體驗這段心路嘅旅程。